嘅溫度要新鮮出爐，就焗到酥皮焦脆，黃蛋心都震。每個熱度噴出幸福千里香，做最香酥皮蛋撻，用最港式古傳手法，人情味人龍食客，食那餐熱自拍。係最香酥皮蛋撻，係最港式誘惑靚撻，如小美人一個，隨時能提神減壓。一杯 milk tea， 絕襯新鮮液撻，世上永遠最登對味道。一間冰室聚了一班街坊，長情熟客有一位發哥，嫩滑嘅撻王像卜卜金黃，到下午3點3飲茶大家別吃，定係話就散水離開請派餅，做最香酥皮蛋撻，用最港式古傳手法，人情